来看今年有42000外考生考大海分科测验，今仔早起9点开始地当查成绩。大考中心嘛公布各科成绩的统计，其中上侪人考的数学甲顶标是45积分哦，高分群的考生是比前2档增加。化学成绩嘛是最近3档来上悬。113学年分科测验成绩29开放红查会陆续寄成绩单。今年计共42141人报考，大考中心也公布各科5票，顶票以生物53积分上悬，过来是历史、公民甲社会拢是52积分，化学、地理是51。物理48，上低分数是数学甲45积分。之前有真侪老师讲，这是新课纲3年来上简单。这届5票拢比去年增加4到5积分。在数学甲考科部分，113学年度5标均较另2学年度高，高分群考生人数百分比较前2学年度稍微增加。整体而言，113年数学甲考科鉴别度佳。且考生表现优于前2学年度。除了数学甲、化学5票的成绩，也是最近3年来上悬。物理的各票是略下降，也若生物、历史、地理、公民甲社会科的5票较接近。其中公民防讲困难，敢若像咧创治学生。引导学生要学习思辨，对提供的讯息或者是主张，能够进一步的去做分析、推论，我们的所谓的核心素养，这也是108新课纲想要培养。另外，大考中心也宣布，为了提升测验的鉴别效果，115学年学测英文科的偏重结构会对4选4改做5选4，避免考生误着一个就影响到别个题目，望增加考生提分数的机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